台南市十大杰出儿童限制国小6年级报名，今年迈入第36档，有40人参与。最后由英和国小胡宇恩、成功国小蔡凯谦、南大附小吴宇谦、大港国小林可汉、开元国小吴恩宇、县北国小王木晴、聪明国小张展瑞、大来国小杨新璇、红霞厝国小庄成业、国家国小陈一秀得奖。这次得奖很不容易，就是在过程中也很辛苦，在困难面前不轻言放弃。学习桌球的过程很辛苦，需要每天不断重复基本功，不间断的训练是基本的要求。我想我们在陈燕的身上是看到了感动，一个对桌球这么热爱，所以他把他的生命，很多的时光都投注在桌球上。小孩子就是说他的努力，就是有目共睹，也获得评审的青睐。感谢的是国际青年商会凤凰城国际青年商会，能让我有这个资格参加。颁奖典礼伫英和国小举办，市长虽然公务行程出国，无法度亲自到场，也毋过社会局、教育局拢有代表来致意。市议员蔡宗和嘛全力协助活动办理，顺利进行。伫会中10大杰出儿童纷纷表演才艺，有舞蹈、有魔术，相当精彩。很特别的是，这次的小朋友像有一个木琴小朋友，他脊椎有问题，那他也很努力。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部分是我们的奖杯是特别客制化，每个小朋友特制捏的奖杯。那我们这次也有特别设计一个彩虹的图案，希望小朋友他们有一个莫忘初衷。10大杰出儿童是每一位小朋友一世人只有一摆机会，获选的小朋友会当讲是非常无简单。凤凰城国际青商会希望得奖者未来对社会有贡献，成为优秀的人才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